这个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，早起是到这个桃园机场第2航站大楼来看出入境旅客动线，为边境过来讨白来做准备。 随着世界各国 BA.4、BA.5疫情再起，指挥中心指挥官22号上午来到桃园机场第2航厦进行出入境旅客的动线视察，同时这也是他接任指挥中心指挥官以来第一次到第一线进行视察。我们发现，在这个尖峰时段，还是有一些地方会容易产生瓶颈，兼顾我们这个必要的防疫措施，以及不要让入境旅客等待太久的时间的情况之下。 那我们的量能够扩充到什么程度？自从7月初7空一礼拜4万人入境，桃园机场旅客增加真多。除了要改善入境旅客动线减少台检时间，嘛要评估扩充医疗量能，优化资讯系统，针对未来甲边境措施放量提早做准备。上调到多少？就是说我们有做多少的准备哈？这个是机场这端。 当然不只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国际的疫情的状况。我想目前是还没有时程表，因为我们看看这个邻国，譬如说这个日本、韩国，他们的确诊数现在都还在上升中。外界烦恼 BA.5恐惊伫8月造成国内后一波疫情，指挥中心宣布扩大至第2摆追加剂对象，50岁以上的成人今仔开始会当至第4剂。 指挥中心呼民众甲疫苗做好，唔会当减少为着了后重症死亡的风险，嘛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